我如今鄭重承認你作我的妻子，並許諾從今以後，無論環境順逆、疾病健康，我將永遠愛慕尊重你，終身不渝。願主垂鑒我的意願。願天主降福呢對結婚嘅戒指，請你哋互相嘅交換，作為親愛忠貞嘅信物。喂，洗碗啦！等陣先啦。夜啦，仲等？啱先食飽，頭先得啩？我煮埋俾你食都未話攰啦。咁我開鋪攰啊嘛。係，你開鋪先攰，我返工唔攰嘅。去啦！啊！小心啲啊！啲碗好貴㗎。哇！發達啦！煮餸好食啲嘅，收埋晒無謂錢。咁又食？喂，老公啊，你睇呢個單位 OK 喎，有 lift 啦，有光猛作3間房添，同埋個價錢都 OK 啊。不如我哋 weekend 去睇下咯。哇！嗰區啊，喂，你返工好遠喎，不如再睇下先啦。仲睇啊？租屋都租咗幾年啦。唔係啊，咁鋪頭準備入批新貨，我想留返啲 cash 啊嘛。你 cash 咩啫 cash？你次次都有藉口噶啦。費事同你講，我自己去啊。無論環境順逆、疾病健康，我將永遠愛慕尊重你，終身不渝。願主垂鑒我的意願。星期六不如約10點啊？你唔使開鋪咩？咁咪晏啲先開鋪咯。個區咧有間咖啡唔錯，不如我哋食埋早餐先去睇。我咧啱啱都見到嗰區有間平啲嘅，咁我約埋差唔多時間一齊去睇咯。嗯。